大家好，我係 Polly。今日呢條片咧，我想帶大家一齊探索下10個你未必聽過，但係真係超爆冷而有趣嘅澳洲冷知識。咁有啲你可能覺得好搞笑，有啲你可能會覺得哇，原來係咁，仲會令你懷疑人生添。咁澳洲咧都成日俾人覺得就係袋鼠啊、沙灘啊、barbecue 啊，但係其實入邊咧有隱藏咗好多驚人嘅小故事。等我慢慢講俾你聽啊。第一，澳洲係世界上唯一一個佔據成個大陸嘅國家，即係 continent。咁你冇聽錯，澳洲咧唔單止係一個國家，佢本身已經係成個大陸，即係 continent。地球上冇第二個國家係咁霸氣嘅，咁可以話我係一個大陸或者 continent。咁澳洲嘅面積咧大約775萬平方公里，排全球第6大嘅，仲要被超過8000個細島包圍啦。塔斯馬尼亞係最大嘅附屬島嶼啦，仲有旅遊勝地 Rottnest Island 喺西澳嗰邊，咁嗰個地方咧就係可以同 Quokka 影相嘅地方啦。咁大塊地啦，結果人口先至得2600萬人左右，咁即係香港人口接近澳洲嘅一半啦。咁但係地方嘅大細差咁遠喎，咁所以呢種地廣人稀啦，就解釋到點解澳洲人咁重視大自然啦，亦都有強烈嘅 outdoor 嘅生活文化啦。第二，澳洲人超級注重個人空間啊！如果你嚟澳洲生活呢，咁你一定會覺得點解啲人好似唔中意行埋你身邊咁？咁其實呢唔係冇禮貌嘅，而係澳洲人呢都好重視 personal space， 即係自己嘅個人空間。咁超市排隊啦，你只要一行埋去貼身少少咧，佢哋就會開始彈開少少噶啦。又或者搭火車嘅時候咧，明明成排位空晒啦，咁佢哋都會寧願坐去另一邊，唔會揀坐喺你隔離嘅。咁呢啲習慣咧同香港差好遠嘅。咁香港地鐵逼到好似沙甸魚咁，大家已經習慣咗冇乜距離啦。但喺澳洲咧，距離係一種尊重嚟嘅。第三啦，澳洲擁有世界上最多有毒嘅動物之一。大家都成日聽到澳洲動物好多都好毒嘅，咁係真嘅。根據統計啦，全球10大最毒嘅毒蛇啦，有一半或以上都喺澳洲。但係除咗蛇啊、蜘蛛啊，仲有啲動物都非常之出奇嘅，例如鴨嘴獸 Platypus。咁呢種動物外表非常之得意啦，長長嘅鴨嘴啦，好似一啲水獺咁。但係原來雄性嘅 Platypus 後腳係有毒刺嘅，如果你俾佢刺中會痛幾個禮拜啦，仲要唔單止係普通嘅止痛藥會搞得掂啦。另外仲有藍環章魚，例如 Blue-ringed Octopus、石頭魚、Stonefish， 全部都係細細隻但係致命嘅。如果你遊客去澳洲浮潛 snorkeling 又或者 bushwalk 啦，喺行山嘅時候就記得要小心啦。第四，澳洲有雪山。咁講到澳洲大家嘅腦海浮現一定係大嘅太陽啦 ，Bondi Beach 喺悉尼，滑浪啦喺 Surfers Paradise。咁但係澳洲其實係有雪山嘅。喺新南威爾士州，即係 New South Wales 有一個地方叫做 Slowey Mountains， 咁入邊有全澳洲嘅最高峰啊，海拔2228米。咁每年冬天呢度都會有滑雪嘅季節，好多澳洲人一家大細都會嚟呢度度假嘅。咁 Victoria 即係維多利亞州亦都有幾個雪場喎，例如 Mount Buller 啦、Falls Creek， 咁仲會成日吸引到大量嘅國際遊客啦。咁香港人未必知嘅，但係其實澳洲嘅冬天亦都有雪國嘅一面，會落雪嘅。第五啦，澳洲嘅早餐文化超級出名。咁你知唔知道原來 Avocado Toast 牛油果多士係澳洲人興起嘅咧？咁喺澳洲早餐唔係淨係快快脆脆食一個菠蘿包啦，而係一個生活嘅態度嚟嘅。咁咖啡文化喺 Sydney、Melbourne 特別流行，一杯 flat white 澳洲特有嘅咖啡做法，加一個牛油果多士啦，煙三文魚 bagel 啦，成班人就可以坐足幾個鐘 hea 幾個鐘噶啦。咁有啲人仲話年輕人日日食 brunch 先會買唔起樓添。咁雖然係笑話，但係都反映出咁其實早餐對澳洲人嚟講啦，係一種生活享受，唔係求求其其食飽就算啦。第六啦，澳洲有世界上最老嘅地殼。咁科學家喺西澳發現咗一啲44億年歷史嘅地殼碎片啊，
比地球上好多嘅地方咧都仲更加古老嘅。唔知你知唔知啦？月球嘅地面最舊嘅岩石咧都大概只係40億年，咁澳洲嘅地殼咧仲要再舊啲。咁呢啲地質嘅證據證明咧，其實咁可能澳洲咧喺地球上咧已係最早出現嘅陸地之一嚟嘅。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呢一個大陸會有咁多獨特嘅動植物，成個澳洲咧就好似一個活化石嘅博物館咁。第7啦，澳洲有世界上最長嘅直線火車軌。咁你知唔知咧？原來澳洲有一段鐵路咧，真係直到你可能以為自己眼花嘅。咁呢一段咧就係喺 Lullaby Plain 嘅 Trans-Australian Railway， 最長咧係478公里，完全冇其他轉彎嘅。咁係咪好誇張咧？差唔多由香港開車到廣州，再翻轉頭咁遠，但係一路咧都係直線嚟嘅，冇一個彎位。而且呢條鐵路咧係連接西澳同東澳嘅重要交通，啲火車一跑就可能幾日先到終點。咁旅客坐上去咧就好似置身永遠都唔轉彎嘅平行世界咁，真係可能有少少迷幻嘅感覺。咁所以咧，澳洲除咗風景壯麗啦，連鐵路都可以成為堅尼斯世界紀錄級嘅奇觀啊！第8啦，澳洲有一種水母細到你睇唔到，但係可以致命嘅。啱啱都講啦，澳洲其實有好多好毒嘅動物啦。咁呢一隻 jellyfish 咧叫做 Irukandji jellyfish， 唔知係咪咁讀。咁身體咧大約係2厘米啦，透明度幾乎睇唔到嘅。但係中咗毒之後咧會出現劇烈嘅痛楚啦、肌肉抽搐啦、心跳加速，甚至有生命危險嘅。咁所以咧，你會見到昆士蘭好多海灘咧都有防水母網啦。咁甚至咧喺 sailing season 嘅時候咧，期間要全身着上保護衣去游水，千祈唔好以為海水清澈就安全啦。最後一樣第10啊，澳洲有禁止麥當勞嘅地區。咁全世界幾乎邊度都有麥當勞啦，但係澳洲維多利亞一個小鎮咧 Tacoma 嘅居民咧就集體抗爭啊，堅持唔俾麥當勞開店。咁佢哋認為咧 M 記其實會破壞咗社區特色啦，影響咗本地嘅飲食文化。咁抗爭咗足足搞咗幾年，雖然最後 M 記係成功開咗，但係營業冇幾耐咧，生意差到要執笠。咁呢個案例後來成為咗小鎮對抗一啲跨國企業嘅經典故事。咁講到尾啦，最後以上咧就係10個澳洲嘅冷知識，又搞笑又驚險又文化背景。咁唔知你最驚訝係邊一個？究竟係最老嘅地殼啊，定係嗰隻細細粒嘅透明水母呢？咁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啦。如果你中意呢一條片咧，我會繼續拍 Part 5、Part 6。但係如果你未睇之前嘅片咧，就記得追翻之前嗰幾 part 啦。我會繼續講唔同澳洲獨有嘅怪事同埋趣事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繼續支持我做更加多相關嘅內容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